好多人問我，俾你再揀一次，你仲會唔會入太康？亦都好多人好奇，我資質平平，出身普通，憑咩可以喺保險行業屹立18年，一路穩步向前？我好想同大家講一句，世間所有寶石都係經歷無數風霜打磨，先可以綻放光芒。我出生喺中山一條好普通唔起眼嘅小鄉村，我爸爸媽媽學歷只係小學，屋企環境好一般，我從來都冇得天獨厚嘅條件，更加冇優越嘅家境同教育資源。細個嗰陣，我初中曾經追星分心，最後考唔到重點中學。嗰陣屋企人幾乎覺得我嘅人生就咁樣定型，冇前途。爸爸偷睇我啲日記，掉晒我明星海報同埋小卡，同我講大號練廢咗就寄望細號啦。由高中開始，基本上冇人理我，冇人督促我讀書。後嚟我考上咗大專 B 線，當年3年學費加埋生活費大概要10萬蚊啦。屋企人堅決唔俾我讀，阿爸直接忽略我嗰張通知書，佢哋打從心裏面就覺得我根本賺唔返呢筆錢，讀書都係嘥時間啦。今日條視頻有啲長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一路以嚟嘅經歷，你哋就會明白點解我同期入行者當中手牌最差、資質最普通、起點最低嘅人，但偏偏可以逆風翻盤，攞到屬於自己嘅成績。我16歲開始，寒暑假就出去酒樓做知客賺零用錢。18歲自己報讀咗成人大專會計專業，為咗唔使問屋企人攞零用錢，夠自己日常使費，我經常逃課做 part time。後嚟機緣巧合去咗 Pizza Hut 做服務員，當初 HR 請我純粹係新店開張缺人，湊人數㗎咋。論資質、經驗、應變能力，我樣樣都輸俾人，連餐牌價錢都好耐記唔熟。但我冇放棄，日日死咪爛咪，短短1年時間，憑自己嘅努力晉升咗兼職主管，時薪由4.7蚊升到6個1。讀大專呢1年半，我日日兩頭走，早上酒樓返工，晏晝同夜晚就去 Pizza Hut 頂班。人哋唔願意頂嘅通宵班、辛苦班，我全部攬晒上身。我只係想靠自己雙手努力，爭氣啲，唔好俾人睇小。最後我冇辜負自己，攞到咗成人大專畢業證。畢業之後，我去人才市場揾工，做過出納崗位，但唔夠1個月俾老細炒魷魚。畢業就係失業嘅嗰種挫敗感，我深刻體會過。我唔敢同屋企人講，日日依舊準時出門，默默繼續揾工，從頭再嚟。後嚟經朋友介紹，我去泰康人壽面試總監助理，月薪僅就係800蚊。我讀會計出身，同金融保險完全唔對口，總監一度都唔想要我。嗰陣我見到泰康職場嗰度掛住一個橫幅，年薪10萬唔係夢，我瞬間諗起咗我爸當年唔俾我讀書嗰句話。我唔忿氣㗎，我一次次主動爭取，死纏爛打，終於爭取到續期督管員呢個崗位。之後我同屋企人講，我要去廣州參加7日封閉培訓。我爸當場黑晒面，大發雷霆，拍台拍凳。佢鬧我，佢話呢啲係傳銷，你敢去我就當冇生過你呢個女。我老豆睇到我條片嘅，即使屋企人所有都反對，萬般阻止啦，其實我都係堅持為自己搏一次。全省嘅新人培訓班，我憑自己嘅努力攞咗優秀學員。呢份工又要考核 KPI， 又要考核新單業績，壓力好大。我入職第1個月工資收咗1801蚊。當時我部門經理呢，佢係東北人嚟嘅，一個女士擔住口煙，一支筆車埋我塊面。佢話黃佩常1800蚊俾多你。嗰陣我先21歲，我當時啲眼淚係咁流，我冇反駁，我冇氣餒，我默默同自己講，無論幾難，用咩方法，你一定要做好啊！你要令到所有人為你改觀啊！往後嘅日子，我頂住雙重壓力，一邊係公司嚴苛嘅業績考核，一邊係屋企人嘅質問同否定。我每日6點鐘起身，學險種基本法工作流程，晏晝我就去拜訪
我房唔夠6個客戶，我絕對唔返屋企。日日返工拼搏，返到屋企呢，我爸問我2個問題：第一，你幾時肯辭職？第二，你今日呃咗幾多個人？我試過俾無數個客人冷眼相待，俾陌生人拒絕，同時我返到屋企亦都係頂住佢哋嘅誤解，咬牙堅持，為自己打氣。我最終喺23歲達成咗自己當初訂立嘅收入目標，我俾咗自己一顆定心丸。我今日呢，就想坦誠咁樣分享我一路行過嚟嘅3個核心。第一就係身處低谷，始終心存善良，守住正念。我細個環境坎坷，年少時見過好多人性陰暗面，老天好似將所有嘅磨難都集中喺我嗰陣，全部壓晒落嚟。如果換着而家嘅小朋友，佢哋好容易行偏啦，自暴自棄啦，甚至係坐監。但我偏偏揀咗一條最難最正嘅路。我受過嘅苦，所以唔可以俾其他人再受。我淋過嘅雨，我願意為其他人擔遮。19歲嗰年，我兼職辛苦儲落嘅1600幾蚊買咗一台撳掣就掀蓋嘅手機，俾人借電話打就呃走咗。我經歷過人性嘅險惡，但係我依然都冇失去本心。我到而家為止都有堅持做公益，雖然係一啲心意，但我都想幫下啲老人家。人生就係咁，一路上天俾我壓力測試，重重考驗，令到我去經歷所有嘅磨難。但係我覺得呢啲就係人生最大嘅積福途徑。第二，成事核心係極致專注，突破自我局限。做任何事，只要你下定決心要做，我就會全身心投入，毫無雜念，用盡所有力氣衝向目標。當初崗位要求上台宣導，仲要考兼職講師嘅資格，但係我天生自卑，唔敢上台。老師話成長你要合格，你就必須要有自信。咁我突破自己，就不停咁樣上台鍛鍊，克服自卑嘅心理，克服怯場。人哋都話台上3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做一行專一行精一行，呢個就係我哋專業嘅模樣。只要我企上台，我一定可以跳出原生嘅自卑，綻放自信氣場。評委同同事佢哋都話我企喺台上真係光芒四射，氣場十足。用咗最短嘅時間，我由見習講師就升到5星講師。然後今年我通過咗總公司嘅嚴格審核，成為咗全國嘅金牌講師。我一直相信人嘅潛能係無限嘅，只要你足夠專注，突破過往經驗，你就可以喚醒自己本自具自足嘅內在力量。2020年我挑戰自我，報考咗函授成人本科，順利通過入學考試。2022年亦都成功畢業咗。2023年呢，我就1年之內考咗4個證，分別係 HWP、IFP、FPP 國家3級健康管理師。後疫情時代，我逼自己補足咗所有專業短板，一把年紀高壓備考，白咗20幾條頭髮。唔為失敗揾藉口，只為成功揾方法。我覺得我哋一定可以創造奇蹟。第3點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長期主義。做正確嘅事，時間自係答案。呢句說話係我哋泰康陳東升董事長講嘅。做事唔好糾結自己嘅牌好唔好，能力夠唔夠，條件優唔優越。只要你方向係啱嘅，初心純粹，我哋一定可以做成，同埋堅持到底。18年嚟，我日日工作10幾個鐘，長期高壓拼搏。喺27歲嗰年突然失聲，行遍咗好多醫院都揾唔到病因。10幾日之後慢慢恢復。31歲因為壓力太大，面癱，同事同領導都勸我辭職啦。但我冇放棄，冇退縮㗎，我一直堅守住呢份事業到而家。34歲我做咗一個改變人生嘅決定，堅持運動，善待自己。我每個星期都會安排3到4節訓練課，全面嘅營養調理，包括身心調理。短短嘅5年，
我狀態已經回到巔峰，包括氣質啦、體魄啦、心態啦，都比18歲更加堅韌，比同年人嘅核心更穩定。瑜伽佢係修身心合一，心境平靜，待人溫柔。普拉提注重核心控制，自律沉穩。而老鐵嘅話，佢可以增加肌肉，延緩衰老。最近好流行嘅匹克球，佢亦都係可以強健心肺，輕鬆交友，開闊眼界。人生就係咁啦，揀啱嘅路，堅持落去，可能起步慢，前行難，但10年、20年、30年之後，你會發現身邊好多人已經離場放棄，但你一直堅守，一直成長，一直發光。泰康之路亦如此，我嘅人生亦都係如此。好多人問我，咁你點樣先可以判斷自己行喺正確嘅呢條路上？送俾大家4個字：無利則剛。做人做事最緊要發心純正，你嘅初衷係為你自己一己私欲賺快錢，定係真心為人幫人成就人？發心唔同，結局截然不同。你為家人付出，家人就係你最堅實嘅後盾。你真心為客戶、為行業、為更多人着想，世間萬物所有善意同福報都會成為你嘅力量。我好希望呢條視頻可以溫暖點亮更多人。行正道、守初心，從來都唔容易，需要日復一日嘅堅持。我希望我嘅親身經歷可以令低谷迷茫、對生活失望嘅人重燃希望，重拾勇氣。做人一定要活得漂亮，活得通透，活得正能量，身心向陽，狀態向好。我哋永遠與幸福有約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